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花莲的光复乡有7间的国中国小，这段时间拢停课，学校是积极咧摒扫甲消毒，按算明仔载要恢复正常来上课。早起一透早，国军、化学兵甲志工全力来投入着校园整理的工作。也毋过当地也有2间的国小有收容灾民，深受安全方面的顾虑咧。学校讲会甲学生甲灾民分开来管理。 确保着学生的安全。国军甲志工斗阵领摒扫的工具，时间则好清理校园。另外一边有人举高压水枪来清涂骹。化学兵全副武装入去教室甲走廊消毒，大家拢唔敢大意，因为光复乡中小学停课足侪日，正要准备上课啊。明天10月7号。 全面原校恢复实体上课的安全规划，或者是进入学校之后的安心减压辅导工作做好了处理。放山湖放花大水造成光复乡7间校园毁损，影响学生上课权益。伫咧中秋假期结束，总算是要恢复正常上课。不过有一寡学校有收容灾民丢地压未清，会成做校园安全的问题。受灾户可以从独立的路线进来，还有一些物资在我们学校。同样的，我们校园进来，我们都会分流这样子，以确保小朋友的安全。校方强调会甲学生甲灾民分区管理，不过学生家长未管府，要让灾民按大计划。开课状况有够乱。就问这个过程中，你们教育处有没有跟联络我们家长会委员出来协调说明？社会处有积极的在做返家障碍的一个消除，但是在现实环境里面仍然有困境，可配合的条件情况下，把校园完全的来归还给学生。也若是户外运动场地受灾严重的光复国中，伫校园安全嘛有对策，包含棒球场、足球场目前已经受损，所以呢暂时没有办法开放户外的活动空间。那我们在检视之后呢，会开放体育馆，让学生可以在里面运动。花莲光复乡7间学校，包括光复国小、大正国小、光复国中、富源国中等等，如果明仔载正式开学，也若光复上工，因为受损严重，10月初7会先线顶上课，如果13号。 会恢复实体上课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